9早，欢迎收看11月70日公视第1台在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一开始来看，昨在香港的金钟田尾公园举办追思会，纪念因为参加反送中示威所来意外死亡的学生周子乐。不过有上百位的示威者在活动结束了后，砸落烧物件，警方嘛牵催泪弹赶人。 伫七十暗，香港天马公园办祈祷加追思会，穿乌衫戴水掩的市民为反送中运动以来死伤者，包括周子乐祈祷加油。真侪人早白花入去公园的大前献花，参加的人大声喊着“香港人报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We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nothing satisfactory, and this is not the government we want. We all love Hong Kong, and we don't want to see Hong Kong going down like this.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最昨暗伫将军澳参加示威，到初时早起，互人发现伫楼顶摔来受伤，送病急救，到初八早起伤势严重死亡。 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讲：香港人唔捌想过代志发展到安尼死，希望大家甲香港民众行做伙。Of our friends were arrested, 700 of them were university 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 hop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ould stand with Hong Kong, especially we already suffer in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警方是派防暴警察伫咧天马公园界边，伫集会进前有对一寡示威者做搜查。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首先是自由时报，今年9月，挪威三铁选手伊登得到中法院保严顺德奖的标额，摕到伫法国举办的三铁世锦赛冠军。张伊登接受中法院政府的邀请，替今仔日的田中马拉松担任嘉宾。伊昨下晡嘛先去保严顺德奖参拜，嘛来下愿。如果东京奥运会当摕冠军，一定会搁再来兴愿。 《苹果日报》11月11日已经变成是网络买物件促销的活动日子，各大通路已经提前有优惠，网站真侪促销的文字要来抢人客。《苹果日报》嘛选3大网络平台，发现促销的文字有限制，如果消费者无详细比介绍，有可能买到物件比平常时搁较贵。 联合报：伫国家东欧真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年代表，齐到组织伫毗邻围墙纪念毗邻围墙倒去的30周年。参加的人嘛伫毗邻围墙插玫瑰花，追思当年因为想要爬过围墙所来牺牲性命民众。 继续是选举的新闻，总统蔡英文昨去邦桥徛台府选，发出台湾要赢、邦桥先赢，展现连任甲国会过半决心。另外，嘛继续甲韩国瑜发声，讲伊指控国家机器都爱有证据。财政部长苏建荣嘛反击，强调卖污蔑国税局泄露个资。 总统蔡英文拼连任9号再起到新北市邦桥徛台府选，拼国会过半的决心，国考无袂记咧强调家己参选过新北市长，希望得到乡亲支持。邦桥这个所在，每一届全国性的咱的选举，都是最具指标性。咱邦桥若赢的人，咱全国都会赢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那罗志正、张宏禄当选，蔡英文就当选啦啦，大家讲好无？ 蔡英文主打政绩，进攻新北票仓，也毋过近来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未关系主体议题上互相指责。韩国瑜指控国家机器泄露个资，搁较点名国税局台北定机关，也互蔡总统甲财政部长苏建荣拢会大反击。那如果有证据，我们就会查；但是如果没有证据乱讲话、污蔑我们国税局同仁的话，我身为财政部长，我当然要站出来捍卫国税局同仁的清誉。我是觉得这个韩市长在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一个惯性就是用国家机器来掩盖他的很多受到争议的事情。
蔡英文强调，重点也是韩国瑜应该爱将伊受到人民责气的代志讲清楚，指控国家机器爱有证据。至于韩国瑜批评几流的人民选出几流的政府，伊就算选举选得困难，也袂当将责任撒给人民，袂当黑白讲算倒转去。即马分二党全力团结冲刺复选，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暗批韩国瑜近来的争议言行，爱加注意，才袂互人民哪看哪害头，是像摆面的无好示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去基隆，甲地方立委参选人成立联合竞选总部，嘛甲青年对话。现场有人问蔡总统要伫基隆设立创水南产业园区，韩国瑜是真怀疑，认为政府应该爱看国防需求，甲家己的能力做代志。基隆市东部人客甲杂，外口也市东铁路旗啊，伫个支持的民众。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钦听之路9号行到基隆，市东部讲，这是东部有史以来人上最时阵。跟匈奴一样，不停的掠夺，掠夺完就走人。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这些执政的团队，你们都不愁吃不愁穿嘛。批评执政党韩国瑜甲地方立委参选人共台来游选前，维持甲民众徛斗阵的参选路线，中道也甲青年座谈。有人提问，总统蔡英文要伫基隆设立创水南产业园区，创水南国族，韩国瑜是表示怀疑。确定我们国防的目标是保护台澎金马，要走小而美、小而有吓阻力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如果前建国造、国防自主、武器自主，这都是非常好的概念。但是我们的国防工业的制造能力有多少？另外，团郭台铭甲宋楚瑜可能搭配参选，韩国瑜讲乐观其成，也趁机会敲醒执政党，希望回归清气的选举。不要沉溺于在这种抹黑、造谣、互相指控，然后搞小动作。大家漂漂亮亮的、大大方方的、堂堂正正的把政见讲出来。基于这些原则，任何总统、副总统的参选人，韩国瑜都是期待的。另外，对展开钦听之路就一直无愿意讲的副手连选，韩国瑜也证实，过2天会公布，对方会受国际观，而且有强大地理能力的人。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的总统大选，感觉有第三组的人选出现。现在就来传出，亲民党想要找郭台铭组成过送配。亲民党秘书长李鸿钧讲，对传闻无清楚。不过，郭台铭昨出席辅选的活动，虽然无直接回应，但是说来讲，媒体消息乃才灵通。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民众党主席柯文哲9号手牵手做伙替郭家军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土城三甲立委的李静颖来求选情。不过郭台铭致辞的时阵，所有支持者雄雄话讲爱郭台铭选总统。这台湾的选民心目中到底要什么东西啊？郭台铭是不是有可能出来选总统？今麦传出郭台铭透过管道联络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受乡政党、亲民党甲台湾民众党推荐变做总统候选人，要来组成过送配。对这个代志，郭台铭无正面的回应。电脑新闻消息来遮零。郭台铭办公室的发言人虽然讲看到过送配报道是惊一跳，不过嘛无甲话讲死。既然已经宣布说他不参选了，基本上你说真的要翻盘，那个几率真的是非常的低。很多事情不用把他说得非常死，因为真的没有人会知道说11月22号之前会发生什么事，不排斥任何的可能，所有的可能都会是可能。或要选他自己就当时就选了，总还是去弄亲民党的，不需要。所以你觉得他不太可能会挂亲民党的门票出来选？不是，他要选的话就直接就选了。另外，去问到甲宋楚瑜是不是有可能配做伙，郭文哲敢若讲有发生才来烦恼，无愿意加讲。另外，持有总统参选门票的亲民党，到今嘛还未宣布消息。亲民党秘书长李鸿钧讲，对过送配的消息是完全唔知影。不过嘛讲，过几天，亲民党会正式召开记者会，由宋楚瑜亲身来宣布着最后的决定。记者欧文良、区好在新北市报道。体育消息：台湾队昨下晡坐飞轮机去日本东京，准备后礼拜1的世界12强野球赛复赛。复赛排名必须赢过韩国甲澳洲，才会当有参加东京奥运的资格。台湾队复赛头一场比赛将伫台湾时间11月11上午11点对上墨西哥。
中华队出征日本，比前10号开始的世界12强棒球赛复赛。桃园机场报道柜台前的康迪亚客满了来上场的球迷。其实每场比赛都困难度都蛮高的嘛，只是说到不同的国家，然后打复赛要更谨慎而已啊。前进日本真欢喜，全队的士气也真悬。也不过大家拢清楚，包括暂时唔免对着的日本、墨西哥、美国、韩国甲澳洲，拢无好对付。尤其中华队带着有赛输日本的1败进入复赛，每一场比赛拢要想办法全力求胜。我相信第一场，因为我们已经派出最好的投手出来，应该会是一场投手战，所以相信打击这方面有可能战术的方面会比较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确实执行，然后守备这边就是希望多帮忙这样子。我知道最后一场有一些跑垒的东西那个我们到日本去会跟选手再稍微再叮咛一下。中华队将伫11号中昼首战 A 组第1墨西哥，12号暗时对 C 组第1韩国，13、14两天无比赛，15、16连2天中昼对上美国甲澳洲，因为亚太区排名相关的队伍才会当取得东京奥运参赛资格。中华队都爱甲南韩以及澳洲3抢1，不过韩国已经有1胜的优势，一般有料对上韩国将是上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各地拢抢要翕现地的美景，南投市区的民族路，因为角度好，伫昨暗头出现真侪民众占位，想要翕到日头落山的景色，公所嘛决定提早封路，予民众翕相。虽然日头也天顶，马路周围已经住一大批爱点遐的人，卡机仔、灯镜头咖啡，全拢为了要翕南投市区的现地美景。从这边开始封哦，而且我们封这边封不是这边，好不好？在这边封间是在这边哦。公所人员无用疏导，为此管制区域，也毋过哪到尾仔嘛人侪，会当讲将规条的马路夹满。有些人才拄啊结束喜酒，随冲到现场，也有人为了捉日头，已经走了几个馆区。大概3点左右了。3点左右。对。他最主要目的是要什么？就是为了拍这个选日啊。因为我们今天刚宴客完，然后顺便过来看选日。南投市区的民族路，因为会当翕到蓝白色的日头为八卦山落山的画屏，这2天客了满满的人。为了抢翕上好的画面，民众伫路边爱抓着时机甲角度，定徛伫路中，也是人甲车抢路。南投市公所决定要伫9号封路。一些那个人群都靠在那个中间那边，所以车一直开过来，还蛮危险的。算蛮多的，路中间。应该他们是等到红灯的时候才到路中间加油。对，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支持啦，但是有一些摄影的，大概是最近这2天就先来看了啊，造成有点乱。公所请警方为此管制区域，伫长大约100公尺的街路进行2点钟的交通管制，互民众会当好好翕相。这款的景象，互民众提起手机抢翕，也成为当地特殊的景象。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规模上大的2019年台北国际旅展伫周末举办，人气买气拢抢滚。交通部观光局嘛头一届以台湾铁道为主设立铁道旅游馆。另外，不少旅游业者嘛上准明年寒假以及过年的假期，推出限量海外旅游票券，提升买气。2019年台北国际旅展伫南港展览馆内登场，拄着拜六假期，人气买气是抢滚。为了推广国内铁路观光，交通部观光局头一摆以台湾铁道为主轴，设立铁道旅游馆，并且重现今年上热门的直接美术馆列车，俗称招号列车，后面将敢若体验大铁的直接支线。它是一个积极的新的国立美术馆，然后它是把它模拟进来，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铁道沿线的各个一个观光资源，能够鼓励大家利用铁道来进行观光旅游。日韩3、5天，长线则1万。拄好拄到双11的购物节档期，加上明年过年，也有法度请2天就休11天。旅游业者也挑工规划真侪海外优惠行程，来抢攻休寒加过年的商机。日元汇率现在目前在低点哦，所以很多的自由行的旅客会是抢在这一波，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元旦有连休，然后再来有过年有连休。日本的JR Pass 的周游券，觉得有便宜吗？
有便宜，买2送1。今年旅展总共有60个国家地区，1700个单位参展，真侪参展单位拢以主题馆来呈现。尤其今年增加台湾主要山脉、台湾好温泉，也有森林游乐区这些展馆，后面就用自北到南体验台湾各地的美丽景点。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一届的台湾矫正机关技术训练商品展伫高雄举办，其中亲像是屏东家家的导游非常受欢迎，未少民众拢抢要买。推车展馆一箱一箱的导游蹲满满，早下10点也未到，都有民众入来展览场地抢买30箱的屏东家家导游。平常很难买，都要排队。排多久了？有时候好几个月才买得到。我们从台南来，特地来买我们屏东建议的陈年特级酱油。也有人对台南专工来买，因为屏东家家的导游平时排订单，同久爱排半冬。但是一年一度的矫正机关自然做了商品展览，为期4天，屏东家家每天准备大约60万罐，现场买唔免等。唔敢出名的商品人抢买买，看民众就趁这个机会，找平常时无好买到的商品。现在没有，就只有这个机会。我每一年都会来买这个啦。台湾矫正机关发展一家家一特色，开发有代表性的商品，嘛有受欢迎学习技术。不过生产的规模必须要看订单，真侪家家拢希望会使扩大规模。中秋节的旺季的话，通常呢，同学每个人都可以领到2到3万的劳作金，对。那一般来讲的话，他们的收入啊，会比其他的收容人来的更高一些。主办单位表示，矫正机关的商品拢是传统做法，经过安全检测才卖出来。只要业绩提升、扩大生产，唔敢互愈侪受欢迎学习，收入嘛会使提高因的劳动金、甲犯罪被害人补偿金。记者王家川、电视台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庆祝日本天皇就任的国民庆典，暂伫皇宫头前的广场举行，大约有3万人参与。表演的节目包括钢琴演奏，也有日本人气团体阿拉西的唱歌表演，嘛互日本皇后非常感动。日本天皇德仁甲皇后雅子伫咧皇宫力量桥附近的石桥出现。这场晚会是庆祝日皇一岁的国民庆典。日本5人组天团男也献唱祝福歌曲。雅子皇后感动到流目屎。这场国民庆典是跨党派国会议员联名加在今届参加的民间团体主办，伫皇宫广场头前举行。日皇德仁致辞时阵，高挂念受天灾影响的灾民，也感谢到现场来祝福的3万多人。今日ここに集まられた皆さんからお祝いいただくことに感謝します。即位から約半年、多くの方々から寄せられる気持ちを嬉しく思いながら過ごしています。ここに改めて国民の幸せを祈るとともに、我が国の一層の発展と世界の平和を願います。德仁致辞结束了，现场民众大声喊着万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发表祝词。私たちは天皇陛下のお気持ちをしっかりと胸に刻み、平和で希望に満ち溢れ、一人一人の日本人がそれぞれの花を大きく咲かせることができる時代を作り上げていく決意です。天皇皇后将会伫礼拜日3点坐无看管车自皇宫宫殿出发，沿路将会经过东京警视厅、国会议事堂的正门等所在，到因所在的出版寓所结束，路程4.6公里，3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东欧汽车业的重要国家波兰，希望借由电动公车的产业，伫重视环保的后面占一个重要的位。另外，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准备要推出会当载人的纯电动飞行机。
研发中的纯电动飞机 X57大概是这个模样。因看到伫主席鼓两边各有一个大型的 propeller 发动机，另外正边倒边有6个小型发动机，加起来有14个，其中12个小发动机用伫起降过程中提供另外动力。升空了后的顺航动力，这个正边倒边2个大 propeller 引擎就会用的。当然，这阵用锂电池为动力，飞机的载重量甲航程拢无可能伤大。Of like an air taxi, imagine a taxi, but in 3D, a vehicle that can lift off the ground and take you around a big city, say 20 to 50 to 100 miles. So that's a really interesting application for electric vehicles. 有伫天顶飞，当然也伫地面上走的。都市的道路交通一直是电动车产业关心的市场。东欧上大经济体波兰也是欧洲上大的汽车零件出口国。利比称做后共产时代企业本营的索拉瑞斯巴士公司，即阵正全力发展电动公车产品。I think that Poland must be and will be in lin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solutions regarding zero or low emissi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because their goals are set up on the European level. 最新研发的公车电池系统有7个模组，分别安装伫底盘的尾流，也有车身前段的车顶，总电力比旧款的提悬80%以上。也毋过，波兰这个国家的电力来源8成以上瓦克有污染的烧土团来发电。执政党为此坐摆甲欧盟，意见完全无共款，和波兰处在推广环保电动车，同时用高污染电力来源充电的矛盾中。记者综合报道。去年7月，伫花莲南安发现的乌熊囝，已经伫今年4月底野放。台湾乌熊保育协会公布乌熊囝野放的检测画面，对影片当中会当看到乌熊身体健康、活动力真好。行到自动摄影机头前片片的镜头抓规个大幕，阿南小乌熊野放4个月了，第一遍互自动摄影机翕到。保育团队到这个时阵才归放心。我看到耳标的时候，整个都快哭出来了。然后还 double check 那个耳标真的是黄色，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啊？结果去对资料，哎，真的在左边。那么小的熊也应该只有它而已，因为野外的熊不会自己挂耳标。要对总型的颔棍仔壳伫咧野放了落去，所以唔知影小乌熊伫咧倒，互保育界真担心。因我对镜头看到伊行来喊去，身体不正好。9月10月时阵，也过几多遍翕到伊甲其他熊伫咧山林内面走。野放半年了，黄美秀团队讲，小熊过了真好。毛色非常亮丽，稍微瘦了一点，总要剪个肥毛。选择在一个悬崖峭壁的地方过夜，可是却很干燥，也凸显说他有能力选择他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To get those final images, that was really the hard part, and that took a lot of ecological knowledge about bears, about where to put that camera, and to get that information. And I think that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story. 来台湾工作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学者，正肯定台湾保育乌熊的努力甲专业。黄美秀讲，这项检测计划也会做至少1-2年，所以也有机会看到小乌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一位读高中1年仔脑性麻痹的学生林伊，伊靠着网络家己学英文，伫今年8月通过高中程度的中级全面英检，也搁翕影片，甲网友分享家己学英文的撇步。When I was about 5, my dad told me A, B, C, D, E, F, G. 影片当中的少年英文是讲甲真认真，分享家己学习方式。伊就是敢若14岁的林毅，虽然只是高一的学生，不过煞伫今年8月考调高中程度的中级全面英检。平时敢伫厝内底唱歌，靠着网络家己学英文，嘛创作真侪条英文歌曲，搁将家己喜意的歌曲来改编，分享伫网络上，成为小小的网红。累积起来英文实力，伫英检摕下真好的分数。父亲讲英文能力，靠着自细汉伫厝内底养成的。因为我五音不全因为现在爸爸很喜欢在管我管东管西的。然后唱的又没有你好。对啊，单字教完之后，我总是要搞一些小花样嘛，就是让他更有兴趣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才
比方说一些童谣啊。因为罹患脑性麻痹，机体张力伤过强，使得行动无方便。父亲伫复健过程当中，以英文精致歌曲加上谐音来改编，嘛启发伊对着英文的兴趣。复健了后，除了会使家己创作，还佫会使弹奏乌克丽丽。虽然行动无亲像一般的囡仔，靠着正向的态度，互林伊渐渐接受家己的无共款。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写不好，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是因为你的张力让你没写好，所以这个不要造成他的心情不好。虽然还是要继续复健，有表讲透过林毅的正向态度，嘛带动彼此互相学习，而嘛透过网络将家己学习的过程来分享，除了提供方法，嘛为网友肯定，找到更加侪自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宝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晴，咱再会。